我係生物化學專家 Jimmy， 好多人問我食 NMN 究竟要食幾耐先有效啦？逆齡抗老咧，其實係維持身體健康嘅持久戰。市面咁多種 NMN 品牌，我最推薦咧就係伊之選微晶球 NMN 40000加啦。佢係可以由內到外去改善衰老同身體健康問題。服用效果咧就會配合翻身體細胞嘅更新週期，分為短期啦同埋長期嘅效果。身體細胞例如皮膚、內臟器官都有唔同嘅更新週期，而需要唔同嘅時間長度去逆齡抗老嘅。服用1至3個月咧，短期快速效果明顯，可以改善睡眠質素啦，提升肌膚狀態，更加精神有活力，增強免疫力同埋記憶力等。而服用3至12個月以上咧，就會提升到身體重要嘅內臟細胞功能，例如強化心臟啦、肝臟、眼功能，提升腦活力等。想體驗到咁勁逆齡抗衰老嘅功效，就記得要堅持日日食啦，先做到長期嘅效果。點解呢隻伊之選微晶球 NMN 40000加會比市面一般 NMN 勁咁多呢？因為佢有臨床實證可以提升到運動表現同埋身體嘅活動機能50%，咁就強化到器官健康功能，真正做到3倍逆齡抗衰老嘅功效啦。